台积电今仔开始开2天的董事会，国发会主委嘛是台积电董事刘景清，正正是表示讲，董事会会来说明2奈米设备的案情。另外，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，台积电会去投资美国2000亿美金，比台积电之前宣布的1650亿更较济。台积电敢是阁会来增加投资咧？外界嘛真关心。台积电董事会自11开始要开2天，国发会主委也是台积电董事会刘景清，进前讲台积电董事会会说明2奈米的案情，因为这边牵涉台积电2奈米制程设备案的工程师，其中3位是清华大学校友，所以产业界甲教育界拢真注意。这次发生这种事情，清华我觉得不要回避啦，你要成为一个好的大学，有病就治嘛。好，没病就防嘛。可是有毛病不要回避，也不要说他毕业了哈就没有 comment， 没有不予置评。顶礼拜五，台积电的股价因为可能会得到美国后边半导体的关系，带动台股攻击力24000点。不过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对等关系是采用贴加方式，和11的台股开价行价，开盘跌破24000点。台积电早盘也捌跌10点，盘中跌百有卡收，股价弱势变红，带动台股由乌变红。董事会也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对外宣布，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，对美金1650亿增加到2000亿。接下来的16A、14A 应该也都还是领先啊。而这些先进制程一出来之后呢，美国一定会要求台积电去设厂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实务上有没有可能再加350亿美金？这个确实是有可能啊。专家分析，以台积电来讲，要加投资350亿美金，一个伫咧会当接受的范围内。台积电是讲将会伫12董事会结束了发新闻告说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